那人口老化，咱台湾少子化囡仔是愈来愈少啊。不过特殊教育学生算是加2成。为着要帮助特教生找头路，就有银行甲学校合作，培养特教生就业，嘛互学生有影真多正式员工。台北富邦银行甲上山家商合作的金融培育计划，学员是来自上山家商销售事务科。这是台北市教育局的专业技能班计划，以培养特殊学生的就业为目的。我主要是过动在家注意力不足，所以说我觉得这可能会比较容易分心。过动的话，就是可能有点坐不太住而已。如果以一般生来讲哦，一个提款的作业，我们可能只要1个小时，但我们的建教生要花1天的时间。经由这老师的听解，把这复杂困难的课程改简单化，再个学生一直来演练，确认每一个详细步骤拢有做到。第一步话术，欢迎光临什么业务好，从头到他收了传票，好这么细，然后每一步孩子要讲什么，那他需要跟客人收什么，当初学校甲银行并无预期到讲，只要有学生会使晋升正式行员。我觉得这份工作让我学习跟成长了很多，对，然后我的自信心跟我的那些，就是感觉我自己能够比较相信我自己。除了个人家己的打拼以外，企业所打造的友善的工作环境，也是特教生是不是活动顺利完成工作重要因素。特教的孩子，其实他们适应环境的能力比较慢，所以我就会，我每天跟他关心一下，只是让他知道说，其实我们都有在关心你，有在注意你。可行性不用评估，我们想做，我们就一定要做下去。同时呢，我们也希望透过我们这样子的行动，第一个可以影响我们其他的同业。金融培育计划为这特教生的未来就业之路开启更加多可能性。记者综合报道。